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2个星期三，12月10日。今天的主题是栽种在溪旁的树。我们预备来聆听，专心信靠我上主的这种人多么有福！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耶利米书17章5到8节。上主说：信赖世人，依靠必死之人的力量，叛离了我上主的人，这种人该受诅咒。他像沙漠中的灌木，长在干旱的旷野，长在荒芜的岩地，他不可能有幸福。专心信靠我上主的这种人多么有福！他像栽在溪旁的树，树根深入水中，不怕旱灾热浪，树叶常青，不断结出果子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碱地。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在水边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，并不惧怕。叶子能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受咒诅或是蒙福，两种生命道路，而且选择似乎明确。哪个是你所活的生命道路？你又如何知道呢？如果你熟悉诗篇第1篇耶利米书的这首诗，或许让你觉得看似雷同，两者都授予智慧，教我们看两种生命道路，是受诅咒或活受祝福。然而，耶利米以更详细的方式展开隐喻，尤其是关于死的隐喻。死的路是依靠必死之人的智慧和力量，这正是以色列的问题。先知耶利米做祭司期间，在巴比伦人的围困下，以色列人不信靠上主他们的上帝，反而依赖埃及人，也就是必死之凡人，来拯救他们。
每逢选举年，众候选人必死之凡人，声称能拯救我们的国家。他们宣称他们的智慧、政策和力量将拯救我们。我们投票给其中某位，即使我们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拯救我们，我们知道要信靠上主。然而，有些人不知道，他们信靠凡人，因此会像沙漠中的灌木。沙漠中的灌木虚有其表，看似生气勃勃，骗了不知明辨的人，误信他们充满活力，并且能给人生命。因为看错目标，他们不见救恩来到。信靠人而不信靠上主，会使我们对真理视而不见，也就是受咒诅。专心信靠我上主的这种人多么有福！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。耶利米并未解释专心信靠我上主的，而是透过诗意来表达：一棵树在树根深入水中，树叶常青，旱灾热浪来也不惧怕，因而不结果子。正如在干旱之地，没有任何其他物质可以代替水，在你灵性干枯之时，甚至在人生的一切境况中，我们对上主，我们的上帝的信靠也是无可替代的。你信靠的是谁，或是什么？当救恩来临之时，你能否看得见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请保守我能时时信靠你，使我稳固地扎根在水边，并在救恩来临时看见它。阿们。活出顺服、信靠上主，而非凡人。